Hello， 大家好，我係 Peter。今日想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呢部 Canon 嘅 C58啦。首先多謝 Canon Hong Kong 借出呢一套 system 俾我哋可以有個 review， 可以做到個 review 啦。咁而家我裝咗上去咧，前邊呢一支咧就係佢嗰支 Cine Zoom 啦，14.5至60啦。最主要我都係講呢部 C58嘅啫。好啦，先講部 C58先。你睇翻無論佢個外形啦、size 啦，其實同部 C38好相似。而唯一佢個分別咧，其實就係佢可以拍到 4K 同埋拍到 2K。咁而 C38只可以拍到1920x1080嘅 Full HD 嘅啫。同埋咧，你會發覺咧，佢側邊呢度咧，佢會比部 C38咧就多咗一冧嘢。而呢一冧嘢咧，其實就係 for 翻呢個叫做 4K 或者 2K。咁下低呢兩個咧就係 3G SDR 咧，俾你出翻一個好似例如你放翻 4K RAW 嘅錄翻落去一啲 recorder 度，即係例如可能話一啲例如 keyboard quad 啊，例如係 codec 啊呢啲咁樣嘅 recorder 度啦，咁你可以錄到 4K 嘅呢個RAW 啦。當然啦，你會發覺你會問，咦喂，咁除咗呢個可以錄到出嚟之外，我可唔可以錄落去將 Camera Flash 落去錄 4K 啊 ？Sorry 啦。唔好話 4K， 2K 都做唔到，只可以係去到1920x1080嘅啫。不過，但係個好處就係話，當你縱使你呢個出到你錄嗰陣時個 target 係行 4K 嘅話咧，其實咧你本身如果你有 Compact Flash 入邊咧，佢都一樣可以錄到呢個1920x1080嘅25或者係30或者係24嘅呢個 recording 嘅。咁所以就變咗可能話，例如呢個 4K， 可能因為始終嚟講 4K RAW 可能相對嚟講比較難剪啲啦。咁你可以用翻呢個 MXF 嚟做翻個 offline 嘅 edit 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個 workflow 嚟講，其實都叫做幾容易做嘅，即係好似等於你做一個你可能你攞一個 low res 嘅攞嚟做咗個 rough cut 剪咗先咁樣情況一樣啦。呢個亦都可以做得到啦。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可能話，我想要拍翻例如係1080嘅呢個50i 咁點做咧？可以做得到，但係咧你就要喺翻嗰個 4K 同 2K 嗰個 priority 嗰度咧揀翻 MXF， 咁你先至可以喺 MXF 嗰度咧揀翻50i 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就會全部變咗做 P 嘅。咁所以呢樣你要留意啦。當然啦，因為佢多咗呢嚿嘢出嚟啦，所以其實佢就冇跟呢個 hand grip 嘅。因為如果你加埋個 hand grip 嘅話個 hand grip 喺呢度，咁你基本上你點 handheld 咧？咁所以變咗你喺翻呢部機嚟講個 handheld 咧，其實就冇 C38咁方便嘅。因為佢除咗淨係得個 handle 同埋呢個 screen 之外咧，佢冇咗手側邊嗰個 handle。咁所以呢樣嘢大家都可能需要留意啦。當然啦，頭先講啦，無論係外形上高，其實或者個 size 上高都好似 C38，其實基本上連埋入邊嘅 function 都好似 C38嘅。因為其實除咗佢個 menu 裏邊有個 2K 4K 嘅一個 function 去 set 翻，即係話 2K 個 4K resolution 啊嗰啲之外咧，其實基本上其他嘅 function 其實同 C38完全一模一樣。唯一咧，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好緊要嘅，而佢有做到改動嘅咧，就係呢一個 mount 啦。因為其實呢一部機咧唔係 PL mount 嚟，係 EF mount 嚟。但係你發覺，咦點解呢個 mount 好似 PL mount 咧？原因你可能會發覺，有時你可能話你落咗部 C38或者落去5D Mark II，如果你落到好似嚟呢啲咁嘅長鏡，當你做個 focus 個 zoom 嗰陣時咧，你會發覺個畫面會喐嘅。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嗰個鏡頭同埋個 mount 之間會有虛位，而令到嗰個鏡頭喐嗰陣時咧，嗰個畫面就會喐啦。咁所以變咗，因為即係呢部 C58已經係基本上去到非常之 high end 嘅 system 啦。咁所以變咗佢亦都 even 連 EF mount 呢個 system 咧，佢都改咗做一個好似類似 PL mount 咁，將個 mount 直接鎖住咗。即係好似例如而家咁樣啦，即係可能我而家你鬆咗個 lock， 鬆咗個 lock 出嚟，跟住之後咧，你基本上咧你就可以成個 system 咧，成支鏡咧，就褪出嚟啦。咁同一時間當然啦，同一時間咧，你亦都可以，例如可能我唔想擺先鏡啦，我擺支好簡單嘅，例如呢支17至40嘅鏡頭。咁佢就如果你以前嘅做法咧，就係一拍落去嚿樓啊嘛，而家唔係嘅，紅點對紅點，跟住之後咧就 lock 翻死。咁變咗呢個好處咧，就係基本上咧，嚴格啲嚟講，你基本上你支鏡頭係完全一啲虛位都冇。咁所以變咗，當你例如咧去到啲比較長鏡，可能話可能你係例如拍野生嘅，可能話600 mm 嘅，你做個 full focus。如果你可能以前嘅 system 你就已經係咁喐嚟喐去啦，但係而家基本上 improve 咗好多啦。
咁啊，所以其實呢個 mount 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 improvement 嚟嘅。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嘅話，其實都真係同 C300個分別唔係話好大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你用開 C300，或者可能話你對Canon 嘅機都比較熟悉嘅話咧，其實呢部機其實第一次俾你操控嘅話咧，其實個難度唔大。咁啊，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呢個 C500嘅 information 嘅話咧，你可以去翻我哋 ANS 嘅 website。